你知道吗？70岁以后每天走路，可能会让你的身体老得更快。听起来很矛盾，对吧？我们常常看到年长者每天早起去市场买菜，在公园里散步运动，这些画面让人觉得很健康，很有活力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光是走路可能还不够呢？让我打个比方，走路就像是给植物浇水，但是如果只有水，没有阳光和养分，植物能健康成长吗？答案是不能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70岁以后，我们的身体不只是需要动，更需要的是力量、平衡、灵活度，还有姿势正确和关节健康。光靠走路只能维持基本的移动能力，却无法真正锻炼到这些关键的身体功能。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，你可能正在忽略肌少症和关节退化这2个无声的警讯。这些问题每天都在悄悄地让你变得更虚弱，而你可能浑然不觉。别担心，走路当然还是好的，我不是要你停止走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走路是好的，但还不够完整。今天我是林医师，我要跟你分享5个聪明运动的原则。这些原则能够帮助70岁以上的朋友们保持好身材，减少疼痛，而且不需要依赖别人。请你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送给你一份7天运动检核表，让你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正确的运动方式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很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吧。让我先跟你介绍陈阿姨的故事。陈阿姨今年74岁，住在新北市。她每天早上都会走5000步，她一直觉得这就是保持年轻的秘诀。有一天，陈阿姨从市场买完菜回家，提住一袋蔬菜要走上楼梯的时候，她的膝盖突然开始发抖，她必须紧紧抓住扶手，才能勉强走上去。那一刻，她感到很害怕，也很困惑。我每天都有走路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后来，陈阿姨来找我看诊，我告诉她，陈阿姨，走路可以帮助你移动，但是走路并不能让你变得更强壮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解释给你听。在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肌少症，英文叫 sarcopenia， 这是指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流失。研究显示，50岁以后，我们的肌肉每年会减少1到2%，等到70岁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30%的肌肉量。想象一下，肌肉就像是房子的支柱，如果支柱变得脆弱，整个房子的结构就会开始摇晃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，当肌肉变弱，我们就容易跌倒、受伤，也会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。那么陈阿姨后来怎么办呢？我给了陈阿姨几个很简单的小运动，她可以在家里做，不需要任何器材。第一个运动，煮水的时候靠在墙壁上做伏地挺身，做10下就好。第二个运动，每个小时从椅子上坐下，站起来，重复5次，不要用手撑。第三个运动，看电视的时候拿2瓶水轻轻举起来，锻炼手臂的力量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效果非常好。6个星期之后，陈阿姨回来复诊，她告诉我，林医师，我现在可以爬楼梯了，开瓶盖也不费力了，提重的菜篮也不会手抖了。她的笑容让我知道，她重新找回了自信和自由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一个小测试，试住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不要用手撑。如果你觉得很困难，或是膝盖会痛，那就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它在告诉你，我需要更多力量。记住这句话，只要每天花15分钟，不管你几岁，
你的肌肉都会回应你的努力，肌肉是不会背叛你的，只要你愿意给他机会。接下来我要跟你说林国华先生的故事。林先生今年76岁，他以前是公车司机，退休之后，他每天下午都会去散步。有一天，林先生走在人行道上，准备从马路边走下来的时候，他的脚突然滑了一下，幸好他反应快，扶住了旁边的电线杆，才没有真的摔倒。但是那一瞬间，他吓坏了。林先生来找我的时候，他问我：林医师，我以前不会这样的，为什么现在走路会不稳？我告诉他，林先生，平衡不是天生的本能，而是需要练习的技能。很多人以为平衡感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其实不是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神经系统和肌肉反应会变慢，70岁以后，跌倒的风险会增加200%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让我打个比方，你的大脑就像是 GPS 导航系统，你的关节就像是车轮。如果 GPS 反应变慢，车子就很容易偏离方向。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运作的。那么要怎么改善平衡感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3分钟，在家里就可以做。第一个练习，刷牙的时候试住单脚站立，一开始可能会摇晃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第二个练习，在地板上练习脚跟接脚尖，走路就像走一条直线一样。第三个练习，闭上眼睛，慢慢的往旁边走几步，这会训练你的身体感知能力。这里有一个小测，是闭上眼睛站10秒钟。如果你感觉摇晃得很厉害，那就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需要多练习平衡。林先生听了我的建议之后，每天花3分钟练习这些动作。2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林医师，我现在走路稳多了，也不会再突然滑倒了。记住这句话，平衡感就像是一面盾牌，保护你不会跌倒。跌倒是70岁以上长者住院的第1大原因，所以练习平衡感就是在保护你自己的安全和独立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黄女士的故事。黄女士今年78岁，她很喜欢种花。有一天早上，她开车要倒车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没办法转头往后看，她的脖子好像卡住了一样，动不了。黄女士很紧张，她以为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。她来找我检查之后，我告诉她，黄女士，这不是因为你老了，而是因为你缺少多方向的运动。让我打个比方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条橡皮筋，如果你只往一个方向拉它，久了之后，它就会变得僵硬，失去弹性。我们每天做的动作，大部分都是往前的，走路、坐下、弯腰，但是我们很少做转身、扭腰、伸展这些动作，所以我们的关节和肌肉就会逐渐失去灵活度。那么要怎么改善呢？我给黄女士几个很简单的练习。第一个练习，每天早上轻轻转动你的脖子、肩膀和手腕，每个方向转10圈。第二个练习，看电视的时候，试图扭动你的腰部，往左边转，再往右边转。第三个练习，睡觉之前动动你的脚踝，往上勾，往下压，重复几次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效果非常好。1个月之后，黄女士回来复诊，她开心地告诉我，林医师，我现在可以转头了，弯腰摘菜也没问题，伸手拿高处的东西也变轻松了。我跟黄女士说，灵活度不是要你变成瑜伽大师，而是让你能够抱孙子、弯腰、捡东西、转头对人微笑。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，其实是生活品质的关键。所以不要以为灵活度不重要，它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自由、更舒服、更有尊严。接下来我要说张叔叔的故事。张叔今年76岁，
他以前走路一直都很挺直，但是最近他的背开始有点驼了。有一天，张叔的女儿跟他说：“爸，你怎么走路开始弯腰驼背了？”张叔自己也有注意到，但他以为这是老了的正常现象，没办法改变。后来张叔来找我检查，我仔细检查之后告诉他：“张叔，你没有骨质退化的问题，也没有脊椎的疾病，你的问题是核心肌群太弱了。”什么是核心肌群？核心肌群就是你腹部和腰部周围的肌肉，这些肌肉就像是房子的地基，如果地基不稳，整栋房子就会倾斜。当我们的核心肌群变弱，我们的腰椎就必须承担更多的压力，这会导致腰酸背痛，也会让我们的姿势越来越差，平衡感也会变差。那么要怎么锻炼核心肌群呢？我给张书几个简单的练习。第一个练习，每天靠墙站2分钟，让你的头、肩膀和臀部都贴在墙上，感觉你的脊椎挺直。第二个练习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，试足轻轻地前后摆动你的骨盆，这会启动你的核心肌群。第三个练习，深呼吸，吸气的时候轻轻收紧你的腹部，维持10秒钟，然后慢慢呼气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这些练习非常有效。4个星期之后，张叔回来复诊，他告诉我：“林医师，我的腰部痛了，而且我发现自己走路又变挺了，呼吸也变得更深、更顺畅了。”我告诉张叔，好的姿势不只是为了好看，它还会影响你的呼吸、消化，甚至是你的自信心和自尊。想想看，当你挺直腰敢走路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更有精神、更有自信？相反的，如果你弯腰驼背，不但容易累，心情也会变得比较低落。所以锻炼核心肌群不只是为了健康，也是为了让你活得更有尊严、更有活力。现在我要跟你说冯先生的故事。冯先生今年79岁，他很喜欢爬山，每天早上都会走3公里，他觉得这样对身体很好。但是最近冯先生发现他的膝盖开始疼痛，每次走完路回到家，他都必须用冰块敷膝盖才能缓解疼痛。冯先生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很困惑：林医师，我每天都有运动，为什么膝盖会痛呢？我告诉他：冯先生，这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而是你重复做同样的动作太多次了。让我打个比方，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车，如果车轮没有调整好，车子开得越多，磨损就越快。我们的关节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我们每天都做同样的运动，比如说一直走路，而没有其他种类的运动来平衡，那么我们的关节就会承受过多的压力，最后导致疼痛和发炎。那么要怎么改善呢？我给冯先生制定了一个新的运动计划，每周2次水中有氧运动。在水里运动可以减少关节的压力，同时又能锻炼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。每周1次卧式脚踏车，这种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，而且不会对膝盖造成冲击。每周3次椅子瑜伽，这是一种很温和的运动，可以增加柔软度和肌肉力量，同时保护关节。1个月之后，冯先生回来复诊，他非常开心地告诉我：林医师，我的膝盖不肿了，去市场买菜也不会痛了，晚上睡觉也睡得更好了。我告诉冯先生，重点不是要你少走路，而是要你更聪明的运动。这里有一个小测试给你，试足从椅子上坐下，站起来，不要用手撑。如果你的关节会痛，那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是时候改变运动方式了。很多人以为运动就是要越多越好，但其实运动的品质比数量更重要。如果你做的运动会让你的关节疼痛，那就不是好的运动。聪明的运动是什么？就是结合不同种类的运动，有氧运动、力量训练、伸展运动、平衡训练。
这样才能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锻炼，而不会过度使用某些关节。所以不要放弃走路，但是要让走路跟其他运动一起配合，让你的身体更强壮、更灵活、更健康。好的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要让身体保持年轻、健康，需要5个重要的元素：力量、平衡、灵活度、核心肌群，还有健康的关节。今天我跟你分享了5位真实的朋友。陈阿姨，她透过简单的力量训练，重新找回了提菜篮、爬楼梯的能力。林国华先生，他透过平衡训练，不再害怕走路会跌倒。黄女士，她透过灵活度训练，可以自由地转头、弯腰、伸手。张叔叔，他透过核心训练，挺直了腰杆，找回了自信。冯先生，他透过聪明的运动计划，让膝盖不再疼痛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开始改变，永远不会太迟。现在，我想用温暖的语气跟你说，你不需要彻底改变你的生活，你只需要每天花10到15分钟为自己的健康投资，一点时间。想想看，你这样做不只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为了你爱的人。你的家人希望看到你健康、快乐、有活力，他们希望你能陪伴他们更久，看着孙子长大，享受生活的每一天。所以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这个星期你要先练习哪一个是力量、平衡、灵活度、核心还是保护关节。让我们一起保持年轻，保持健康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记住这句话，保持好身材不是为了看起来更年轻，而是为了活得更自由。自由是什么？自由就是你可以自己爬楼梯，不用人扶。自由就是你可以自己买菜做饭，不用依赖别人。自由就是你可以抱孙子陪他们玩，不会腰酸背痛。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一个自由、健康、有尊严的老年生活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